好，来，安尼有看到啦吼？有吼，好，多谢安珠老师的小解吼，啊嘛多谢关怀基金会的邀请吼，啊这是我头一摆来即个线顶的演讲啦吼。啊，关怀文教基金会一向拢是真关心台语吼，我相信过去大家嘛捌听过白话字文献的一寡物件吼，所以我今仔日呢，因为就是讲我伫台中教育大学嘛有开即个白话字文献导读即门课吼，啊就我备课的中间呢，看到一寡趣味的物件吼，来甲大家分享安尼吼。好，来啊，这是我个人的一寡相关的资料啦吼。啊，我本身其实我过去我就是读师大国文系吼，啊，我嘛做过中二的老师10几年的经验吼。啊，后来呢，才就是讲教册吼，教国文嘛吼，迄当阵大家嘛知影讲，可能教国文拢是教一寡文言文啊，甲咱的土地无啥物直接的关系安尼吼。啊，教感觉就是足硬气的吼，那会咱甲咱的土地吼，咱所教互囡仔物件，甲咱的土地拢无搭吧安尼吼，啊，所以一直咧想讲奇怪，那会无一个语言吼，研究所是咧研究咱台语的安尼吼。后来等到迄当阵呢，新竹教育大学吼成立即个台湾语言研究甲教学的研究所吼，我就真欢喜安尼吼，所以就去报课吼，啊，就来读研究所。啊，读研究所了后咧，就搁较下定决心吼，想讲好即条路吼，就是做台语研究的路，台语教育的路是我要行的路吼，啊，所以我就甲我中二老师的头路甲撕掉，真正是撕掉吼。人讲爱有决心嘛吼，所以就是撕掉。啊，当然迄当阵时代人嘛有一寡无谅解，迄当阵咱台语就还袂亲像即马进入国家语言，讲哇金饭碗吼，大家要芳都芳袂着啊！你安尼甲撕掉，你是咧创啥呢吼啊？毋过我个性就是，我若想要做一个代志，我就是会去做安尼啦吼，好啊，所以就是读硕士班了后，搁去读博士班吼。啊，我的硕士论文吼是台语的新约圣经3种版本的台湾社会实风化研究吼。啊，这个题目嘛是我的指导教授陈良伟教授吼甲阮两个讨论出来吼，阮用即个题目安尼吼，啊，他等下我会小可小解一个，即个到底是咧创啥物话吼？好啊，博士论文嘛是研究即个早期的日本时代的教会的台语的书面语啦吼，啊，其实台语书面语就是较大就是圣经圣诗啊，佮有教会公报吼，好，因毋过后来读册毋是教册。了后咧，吼，伫白话字即方面，可能就是因为学校就无开即个课，吼，伫过去学校无开即个课啊，所以就搁爱一直上大学新的课程，吼，所以伫即个方面，伫白话字即方面就较无机会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吼。啊，最近吼，即2当阮学校伫中国大学就是有新开即个白话字文献导读吼啊，就是因为要新开一个课，伫大学要新开一个课，爱经过院啦、校啦吼，啊，搁爱审查过吼，啊，审就是足费气的吼，毋过总算是会当开啊吼，啊，所以最近搁就是开始甲以前的一寡资料，搁捡转来，搁看安尼吼啊，所以就有淡薄仔心得哈。好啊，所以我伫中教大所教的吼，大概就是语言学啦吼啊，是文学类的吼，啊，搁有教材教法吼啊，主要较大一部分就是伫教材教法吼，啊，中教大有小教甲中教，啊，阮今年第一届中教的毕业生吼，毕业生要去实习啊吼，所以就是有。正式吼，因受过4档真在北的训练了后吼，要出来去做台语老师吼，拢是少年老师吼，咱嘛是真期待因有好的表现啦吼。好来啊，伫咧校外即方面呢，我大
部分就是参与伫现代台语译本圣经的审译的过程好，来这是我指导教授郑良伟教授伊即马伫夏威夷即月你打过97岁的生日97岁的生日好，来这就是迄当阵我的学术论文后来就出版人工出版社出版啦就是人工出版社就是教会公报社啦册名叫做《当上帝开口说台语》即当上帝开嘴讲台语啦内容是华语的，毋过即马伫网络顶悬你伫台语新闻爱顶悬就是嘛会当找着台语版我家己亲身甲翻做台语安尼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是用台语写的过来就是迄当阵因为咧做教学的研究所以嘛有亲身去幼稚园幼儿园做淡薄仔实验教学就是对幼儿园的学生就开始教因白话字白话字有做淡薄仔实验大家可能想讲囡仔屁尔就咧学罗马字敢学会起来我甲各位老师报告囡仔拢比咱大人想的搁较敖真诶囡仔拢比咱大人想的搁较敖就是讲拄开始的时阵当然无共语言套人做伙的时阵伫咧学伊的无共语言的时阵语言输入伫头壳内底有台语华语英语因当然一开始的时阵会甲揽起来揽起来讲安尼，毋过囡仔咱知影讲因敢若海绵的嘛伊伫头脑内底伊就开始归纳好势了后你甲讲即摆咱台语课你看到即个符合这是爱读台语的发音因自然就会转换真正是足厉害的你想看觅咱大人咱家己都会晓讲几来种语言呢对吧何况是囡仔我一直咧教咱各位老师想讲囡仔你想讲即摆囡仔是比咱较敖比咱较巧比咱较戆当然是比咱较敖嘛对吧所以因一定会学比咱较好安尼所以咱的教学确实就是讲咱莫去限制囡仔的吸收我讲你若无教台语你若无教罗马字其实你是咧阻挡伊吸收的能力呢咱讲愈侪输入愈侪输入伊输出以后才有机会输出嘛你若阻挡伊的输入你无甲饲物件亲像咱即摆咧饲 AI 对吧一直爱甲饲资料伊学会晓了后伊就会甲你回答对吧囡仔嘛是共款所以就是望就是甲各位老师互相勉励你毋通惊去教囡仔罗马字这三本呢是迄当阵就是有编写出来小姐来学白话字啦有教师本学生本搁有优惠本这个优惠本内底有101个好耍的活动你会当运用伫白话字的教学好这你看2010年已经10几张前的册好最近就是咧编各种的教材啦好来我先甲即个白话字的参考资源因为这较重要我先放伫头起先啦人拢是放后壁，毋过我惊伊讲后壁讲的时间会袂赴，所以我来放头前来讲安尼好，来即个就是一开始在研究白话字的文学的就是2000年黄家辉老师伊就是有做学术论文其实后来即个张廖关教授陈茂金教授蒋伟文教授因拢做足侪关系白话字文献的收集甲即个算种教学推广这方面咱顶悬看到即个册这就是
蒋伟文教授2001年伊甲一寡白话字的文献甲数位化甲有甲掠做翻译做汉罗版汉罗版，所以就是讲有汉字嘛，有罗马字所以咱各位老师呢，若是讲看即个白话字文献呢有较食力感觉讲全部拢罗马字较看较无法度一下就理解咱会使去参考即套册啦伊拢总有5本拢总有5本头一本是文化类的就是文化论述甲启明类的就是对即个教会公布内底有找一寡较启明性的发言就是新知识新观念安尼接续就是有白话字内底的散文散文类啦散文阁有小说阁有翻译文学阁一寡诗戏剧剧本遮这就是2001年魏文教授伊所主编的当然国际的主编嘛是即马拢有伫咱台语界咧活动的一寡人士啦比如讲温言教授啦、夏钦教授儒凯教授等等好，所以即套咱各位老师真正是推荐大家会当去图书馆去，也是讲去买来做参考安尼接续就是小盖吴真教授吴真教授的学术论文嘛是有出版伊伫嘛是真光出版社出版的就汉字之外伊就是咧研究即个白话字文献中的文明观伊嘛对内底找足侪真趣味的文章甲翻做汉字甲一面用学术一面用解说的方式来甲咱小解伊的博士论文2015年的博士论文佮较对到伊的源头啦就是讲白话字的起源甲伫台湾的发展这是伊的2015年的博士论文安尼所以即个吴真教授即马伫成大所以大家若是咧研究白话字其实拢会当去参考吴真教授遮2本的学位论文我的学术论文到底是咧创啥咧当上帝开始讲台，其实就是咧小解有3译本的台语圣经就是过去巴克勒所编写阁中有一版是互国民党没收的红皮圣经安尼阁有即马现代台语译本安尼现代台语译本因为翻译20几档伫准年才出版安尼所以伫即个过程内底就是3个版本3种版本，咱就会通看到讲100多年来台语的语法语词也是讲伊的使用其实拢有淡薄仔变化就是比较这3个版本安尼好所以若是对教会的文献较有兴趣的，就会当参考安尼好来。接续就是咱即个线顶的资源去倒位找线顶的资源其实就是讲温言教授有设立一个白话字台语文网站，不过即个网站即摆已经死去啊死去就是因为因为拢最近拢有迄个治安的问题嘛所以就是即个网站就是你袂当连入去听讲是刷去即个下骹即个台湾文学馆国立台湾文学馆的文物典藏的查询系统毋过我有入去查过，就是较无遐尼利便过去阮的老师的网站就是就利便去查安尼你会当用即个关键词啦要找年代啥物去查后来刷过就遐无遐尼利便好来过来就是小盖书呆这应该是即个清华教授伊迄当阵诶计划啦伊白话字文献馆伊嘛是共款就是甲阮老师诶白话
白话字的即个网站共款吼，有汉罗对照吼，啊，其实迄拢是迄当阵吼，阮的老师伊找足济工读生吼去斗拍字吼，啊，毋过咱各位老师咧参考即两个网站的时阵，可能就会发觉讲，奇怪，因的用字哪会甲咱即马教育部用字无共款？吼，即就是因为过去咱国家是无咧推崇台语的，吼，拢是民间，吼，另外拢是民间有台语意识的人，吼，家己主动去做遮的代志的，吼，所以迄当阵根本就无教育部推荐用字，吼，无教育部推荐用字，所以即个工读生咧拍的时阵，拢是照迄当阵就是台湾网报，吼，台湾网报即个杂志内底的常用字去拍字的，吼。所以咱咧看时阵，吼，咧看讲，汉字可能就甲即马有淡薄无共款，吼。伊毋过你若是看白话字，吼，当然伊就是全部拢是白话字拍安尼，吼，你会当汉罗对照，吼，汉罗对照。来，台大图书馆，吼，台大图书馆嘛有一个数位典藏馆，吼，迄内底呢，嘛有一个白话字。白话字书啦，吼，白话字册这吼，这是杨文平教授吼，伊过往了后，伊捐互即个台大的一寡伊个人的收藏安尼，吼，嘛是有数位化，吼，就是有迄个册的影像，吼，所以各位老师嘛会当去遐去查询安尼，吼。好，来最后要甲大家推荐的，吼。用听的吼，就是 Podcast 吼，是希望大家会当去收听即个耶稣讲台语即个即个 Podcast 吼。即个 Podcast 吼，即马就是不止钱哦，吼，伊算做是讲伫咱Podcast 有足侪节目嘛吼，伊是算排头前几名的哦吼，就是有。伊做差不多3档啊，吼，因为迄当阵，即个 Edward 吼，即个爱德华吼，伊本身是就是伫国外读册，吼，转来了后，因为疫情转来台湾，吼，伫疫情的期间，伊就想讲就袂当出国要做啥物代志，吼，所以伊就做 Podcast， 吼，迄当阵就是伊迄当阵也毋是基督徒啦，吼，伊就是有朋友招伊去。参加礼拜，吼，伊参加礼拜的时阵，迄个礼拜拄好张德荣，吼，牧师嘛是教授，吼，张德荣教授，伊过去伫中山中央大学，吼，甲中山医，吼，我进前伫中山医的时阵，伊是我主任啦，吼，张德荣牧师，吼，伊喙足好诶，吼，足够讲故事诶，吼，伊就是去迄间教会时阵，拄好邀请张德荣牧师来讲道，吼，即位。爱德华咧，吼，伊就听了个感觉足趣味诶，吼，伊就听张德荣牧师讲，伊过去吼，伫就是伊妈妈毋捌，就是无受教育，无受汉语教育，吼，毋过伊妈妈拢看白话字，吼，即个爱德华伊就感觉讲，竟然有遮尔稀奇诶代志安尼，吼，伊就想讲，无。吼，伊想要好好了解一下，所以就招张牧师，吼，就是用一个完全无接触过台语的书写，完全无接触过即个信仰基督教信仰的人，吼，会来甲伊对谈，吼，对谈安尼，吼，所以即个节目咧，吼，伊内底有讲到台语，吼，当然嘛有参着。一寡信仰的问题，吼，过总是即个节目吼真有水准啦，吼，这是我不时会去听，当然毋是逐集拢去听，毋过我感觉就是足趣味的，吼，后来即个爱德华，吼，即个黄先生，吼，后来就是陆陆的，伊真正受感动，吼，后来就领洗礼，吼，就信教安尼，吼，这是。就是甲我讲的啦，吼。好来，咱来看讲，吼，白话字是啥物货，吼。其实白话字咱就是
用即个伊字面上的意思，吼，咱就知影讲，伊是书写口语的文字，吼，白话嘛，吼，白话，吼，书写口语的文字，吼。啊，早期就是讲基督教所推行的台语罗马字啦，吼，即个系统。啊，当然因嘛毋是一开始就生做即嘛安尼，吼，伊嘛是经过几届的修订，吼，啊才定型落来，吼，啊即嘛已经百几年来拢已经定底啦，吼，即就是教会罗马字安尼，吼。啊，其实迄当阵呢，吼，咱讲会用白话字即个名称，吼，是要区别三种无共款，吼，无共款诶书写方式啦，吼。啊，所以头一个就是讲，因为迄当阵传教士，吼，传教士是伫咱讲清朝末年，吼，去到中国传教。啊，一开始的时阵，当然中国还未开放，吼，中国还未开放，所以这个传教士呢，伊无法度入去中国内底传教，吼，竟然会当就是有限制开放，就是敢若会当对因外国人，吼，对外国人，因做礼拜安尼，吼，因袂使入去中国的内地，吼，去传教安尼，吼。啊，所以遮外国人吼，传教士其实因较想要就是讲去甲中国遮尔大吼，逐个人拢要毋捌基督信仰吼，所以因较希望会当入去中国内底吼。啊，既然中国无开放，所以因就去南洋吼，因就去南洋吼。啊，去南洋迄个所，因为南洋遐有真济咱讲中国的华侨啦，吼，就是讲侨胞吼，伫遐咧做生意吼。啊，伫遐因就发觉讲，奇怪，因讲的话哪会甲学的中文是无共款的吼？因才发觉讲，原来中国是足大的国家，有足济种语言吼。啊，遮的人吼，遮会去南洋做生意的人，因大部分讲的就是河洛话，吼，福建话安尼，吼，就是福建话，吼。所以因才开始去学另外一种新的语言，吼。啊，咱讲伫语言学内底呢，语言甲方言的定义，吼，就是讲你若是两种话，吼，你爱透过学习去学的，迄就是两种语言，吼，这就毋是方言啦，吼，这就是伊的差别，就是语言甲语言的差别，吼，亲像讲，华语甲台语，吼，咱爱透过学习嘛，吼，透过学习学台语，吼，你才听有，吼，这就是两种语言，吼。啊，中国因是因为政权的因素，因为中国足大地，吼，所以中国内底因就甲当做讲有叫做汉语八大方言，吼，因就用方言即个词。啊，其实方言即个词应该是讲，就是互相爱听有，这叫做方言。互相若听无，吼，伫语言学嘅定义，这就是应该就是语言啦，吼，所以中国应该是无共款嘅语言足济，啊，所以咱就讲。传教士因去到南洋，因才发觉讲，话语甲中文是无共款，因个重新学安尼，吼啊，重新学了后，嘛编足侪字典词典，吼啊，才期待有机会要转来到中国吼传教，果然后来中国就是愈来愈腐败嘛，吼啊，所以就是开放，互外国人入去内地吼传教安尼吼。啊，伫迄个时阵，吼，咱讲清朝末年嘛，拄好是即个文体咧改换的时阵，吼，咱知影讲，胡适啊、梁启超吼，因拢咧做即个白话文运动，吼，我手写我口，吼，白话文运动，吼，所以就是讲伫即个变动的中间，吼，要区别无共款的书写方式，吼，所以就是较古早文言文的汉诗啦、汉文，遮的传统的书写叫做孔子字，吼，叫做孔子字。啊，若是北京话，吼，北京话的白话文书写，吼，就是欧式啦，吼，牛克超，吼，遮个人咧提倡的，吼，遮个叫做唐人字，
吼，唐人字。啊，若是闽南地区，吼，闽南地区即个人使用的白话，吼，叫做白话字，吼。所以即个白话字，即个词咧，吼，若是头起先是对中国闽南地区遐，尤其是厦门遐，吼，因就是讲闽南白话字安尼，吼，白话字安尼，吼，啊，后来就是即个词怎变做是，咱讲河洛话的白话字，即个专有名词，吼，其实较早是佫有无共款的方言，拢用罗马拼音去书写的，拢叫做白话字，吼，拢叫做白话字。后来才渐渐固定变做河洛人，吼，厦门吼咧讲的，才叫做白话字，吼，所以伊是有无共款的，要区别无共款的文字，吼，啊个语言，吼，咱讲有这牵涉到语言甲文字，吼，两个系统安尼，吼，好，来，所以咱就讲，即个咱拄则有讲着，吼，即个英国的传教士，吼，伊去南洋，吼，中国的东南部传教，吼，啊，就是开始用即个罗马拼音来记录语言，吼，所以即本咱正手边看到的即本字典，吼，叫做《福建方言字典》，吼，1832年出版的，吼，《福建方言字典》，这是现主时咱会当看到，就是上早的，咱讲用罗马字写的台语字典安尼啦，吼。好啊，当然伊的内底的拼音甲咱即马有淡薄仔，吼，淡薄仔字母的前差，吼，淡薄仔字母的前差，吼。好啊，咱讲后来传教士会当入去中国传教的时阵，吼，因着合作，吼，因为有英国来的，有美国来的，吼，啊有无共国家来的传教士，吼，因合作，吼，伫迄个所在，伫厦门迄个所在设立一个宗教的中心，吼，向内地，吼，向内地，因为厦门就亲像咱的台北市共款，吼，伊江泉透人嘛，吼，啊，伊是一个商业的都市，吼，啊，即个大都市，大家拢会来到遐，吼，啊，所以因伫遐做宣教的中心，吼，啊，再个四线入去中国，吼，就是讲中国各地方啦，吼，啊，咱较 focus 伫即个咱讲闽南地区遮，吼，啊，所以因就伫遐咧开始合作，吼，出版字典、书典，吼，出版足侪本诶，吼，啊嘛有编写白话字教材，翻译圣经、圣诗，吼，所以一开始，吼，是伫即个厦门迄个所在，吼，有大量诶文献出现，吼。啊，毋过后来咧，吼，白话字来到台湾哦，坐船来台湾，吼。吼，就是1860年，吼，就是英国长老教会，吼，就接纳迄个道家德牧师的建议，吼，即个道家德牧师，吼，伊本身嘛是，就是编即个下英大书典，吼，嘛是即马咱讲，上好的一本，就是讲白话字的书典啦，吼，嘿，啊，伊就是建议讲。台湾即个所在嘛会当列入即个传教区啦，吼。啥那伊安尼讲咧，吼，因为伊要坐船，吼，坐船过来台湾过，坐船来台湾咧，伊感觉伊竟然发现讲，言语会通，吼，语言会相通，吼，啊，搁遮个人搁较开放，吼，就是对外国人较开放，就是因为过去有捌受荷兰人统治过嘛的经验，吼。啊，所以对外国人较接纳，吼，较接纳，吼，啊，所以就建议讲，会当过来，吼，好，啊，所以就是1865年，吼，就是马雅各医生，吼，马雅各医师咧，吼，伊就来台湾安尼，吼，所以1865年，吼，就真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吼，设教的纪念年啦，吼，就是讲，长老教会有几冬，吼，就是对1805年开始算安尼，吼，就是100几冬的历史安尼，吼，好啊，所以因就是来到台湾咧，伊就照重即个伫中国传教的即个经验，吼，即个教科书啦，吼，遮教材来台湾，吼，
啊，因为较早就是真正是你要去读册，较学吼，就是无钱通去读册啊，吼，若无钱通去请汉学仔先啊，吼，所以所有诶拢是青梅牛，吼，足侪台湾人拢是青梅牛，吼，啊，因着决定就是用白话字来进行即个信徒诶教育，结果成果真好哦，吼，成果真好，啊，因着开始推崇白话字，吼。啊，白话字的推广呢，咱一定爱讲到就是巴克勒嘛，吼，所以巴克勒，吼，伊对1875年来到台湾，吼，一直到种伫台湾，吼，伊的梦，吼，伫台南哦，吼，要伫台南，吼，嘿，所以伊60几档，吼，60几档，吼，伊的传道生涯咧，伊创第一间台湾第一间的大学，就是台南新学院，吼，1876年，吼，啊，推崇白话字，吼，咱讲伊就是设即个自叮当，吼，就是1884年设自叮当，吼，啊，即个自叮当即个印刷机，吼，就是英国的教师会送互咱台湾，啊，迄当阵，1880年就送来啊，坐货运来到台湾，啊，毋过无人会晓做，吼，啊，所以巴克勒佮转去伊的母国去学习即个印刷术，吼，转来台湾，吼，啊，就设即个自叮当开始印，吼。来讲一个就是较趣味的，就是伊开始开机，吼，咱讲第一台印刷机开始开机呢，是1884年的8月24还是25，吼，8月24的款。对，迄天是即个英国女皇的生日，吼，英国女皇的生日，吼，所以伊就是经迄个生日开始印刷品安尼，吼。啊，你讲，教会报毋是1885年才开始印，对，吼，对1884到1885发生战争，吼，就是清国甲法国的战争啦，吼。因为越南迄个所在，吼，即个领地的问题，吼，所以就是中国甲法国战争，吼，啊，法国人嘛拍来台湾哦，吼，嘛拍来台湾，有占领台湾一寡所在，所以传教士因着先去厦门遐避难，吼，先去疏开一下安尼，吼，所以咱来看就讲，1884到1885，吼，那有时差，吼，再差一档，吼，啊，这就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安尼，吼，所以1885年的印头一张的这个教会报嘛，吼，啊，这个巴克勒呢，吼，伊个电翻译圣经，吼，对照原文翻译圣经，吼，所以这个白话字圣经影响台湾。大几档的白话字圣经，就是巴克勒吼，伊定心受益的啦，吼。啊，伊嘛增补即个下英大词典，吼。咱讲即个下英大词典，就是头前咱讲的道家德牧师所编的，吼。啊，毋过迄当阵，吼，也无亲像即个日本时代有较侪新的物件嘛，吼。啊，所以就是，巴克勒牧师伊本身就是一位大气科学的学者，吼，所以伊就将足侪电气的物件补入去即个下英大词典，吼，啊变做即个精补版，吼，即马伫南天，吼，台北的迄个南天书局，吼，你个当去买着即本，就是讲下英大词典佮巴克勒的精补斗做共一本的，吼，好，来，所以咱就来看讲曲城教会报，吼，伊有啥物台湾第一咯？吼，咱讲这就是咱大家拢知，伊是上早的报纸嘛，是第一张会受即个大众传播媒体嘛，吼。啊，咱讲头一个中文比赛，吼，全台湾头一个中文比赛，吼，嘛是伫教会报，吼，就是用白话字的字义做题目啦，吼。啊，伊有出几人名安尼，吼，看报纸，吼，啊，就是将因的文章看伫报纸顶悬安尼，吼，所以头一个中文比赛，吼，第一篇的白话小说，吼，咱讲就是日本的怪事，吼，啊，这嘛咱进前有进入咱的教师争取，
考题哦，吼，就是有人用即个日本的怪事去做考题，吼。啊，即个日本的怪事，大家若看过，吼，应该就知影讲，伊就是咧讲即个现代的诈骗集团的祖先啦，吼，嘿，就是有人去迄客店，吼，啊，无叫店主讲过两工爱家叫精神，吼，啊，过两工咧，店主去看。吼，就发觉讲，哎哟，哪有一支狐狸尾选出来？哎哟，惊一跳，想讲，哎哟，这个人应该是妖怪，还是神人安尼？吼啊，这个人客伊就精神过来，吼，伊就精神来讲啊，我就互你发觉啊，吼啊，你袂使甲别人讲哦，吼，你若要甲别人讲，吼啊，你下钱去庙里，吼，过两工我就互你打无，互你加倍，吼，嘿，啊，你要保守秘密安尼，吼。啊，即个店主安怎？当然就讲好啊，好啊，吼，所以就去试看觅，吼，去头一工下一寡钱伫遐，过两工变双倍呢，哦，第二工吼，佫下较济，吼，佫变双倍，吼，啊若心肝就安怎？愈来愈大，愈来愈贪，吼，伊就愈下愈济，吼，结果下到伊全部的钱下落去，就是讲下较济钱落去，那无去。我想讲，敢会是今仔日迄个袂记一啦，吼，搁下落去，搁全部拢下落去，结果全部拢无去啊，吼，全部拢无去啊，安尼吼，所以咱就知影讲，哦，伊就是拄着啥诈骗集团，对无？吼，所以咱看对1886年的有即个诈骗集团啊，吼，所以即个算个讲现代的诈骗，吼，毋是新的啦，吼。拢是利用咱人的贪心，吼。好来，第一篇的报道文学，吼，嘛是1886年的有啊，吼，写北港妈的新闻，吼。啊，第一篇的新闻稿，吼，就是讲要设立中学，吼，这就是讲中原中学要设立西洋式的中学的代志，吼。抑阁有就是开设女学，吼，开设女学，吼，咱较顶来读这篇哈，开设女学哈，好来，抑阁有哦，吼，头一摆的即个西洋长篇的名著连载，吼，就是天路历程嘛，吼，咱讲天路历程，吼，这是翻译上早的长篇的西洋文学，吼，啊嘛伫教会报连载哦，吼。第一篇的环保文章，吼，你看1892年，吼，迄当阵的知影通好保小树木。吼，毋通一直插树仔，吼，因内底就讲着讲树仔诶，就是讲即马咱讲诶保持水土嘛，吼，替咱甲迄个水分甲调诶，安尼吼，就互咱较会当，毋若会当伫树木较漂亮，吼，啊，搁对各种诶动物、食物拢有帮助，吼，所以提倡即个保护树木，吼。第一份特殊教育的资料，吼，就是讲到即个甘伟林牧师来开青梅学，吼，开设枫林教育的代志，吼，啊，因为迄当阵伫台南的地区，足侪青梅人，吼，毋知啥台南特别济。原来吼，台南有一个恶霸，专门咧甲人欺负安尼，吼，就是亲像即马咱讲有一寡在欺负即个街友游民安尼，吼，伊就是甲人拍互青梅，啊，叫伊去做乞食，吼，啊，去做乞食分了后，伊才来收即个保护费安尼，吼，所以就是有即个恶霸安尼，吼，所以台南的即个青梅人特别济啦，吼，啊，甘伟伦牧师就感觉讲，哦，那会遮可怜，吼，啊，因为过去台湾人可能会掠准讲，啊，你若生落来青梅，你可能就是你的祖公啊，做啥物歹代吼，安怎？抑毋过对西洋人、对传教士来讲，吼，这就是逐个人拢是上帝所疼的，吼，所以因着感觉讲，咱爱办即个青梅学，吼，互遮的亡人会当有手艺，吼，通好以后会当去家己饲家己，吼，毋免靠社会，毋免靠家庭，吼，啊，所以伊嘛开青梅学了后，甚至更巧的优秀的学生，吼，去日本留学，吼，
转来个伫青梅学内底教学吼，所以甘伟林牧师吼，伊嘛设即个咱讲凸版印刷术啦吼，点字的系统安尼吼，这拢是伫即个台南的地区吼，你挺好去参观伊所设的遮物件吼。好，第一篇提倡讲咱来保护动物吼，1893年的，咱讲体恤禽兽吼，因为过去台湾人可能较无这个爱护小动物的迄个概念吼，所以可能就是猫仔、狗仔啦、猪仔啦吼，拢会扔猪吼、作孽安尼吼。对外国人来看，因就感觉讲你哪会遮残忍安尼吼所以就是因就提出讲爱体恤禽兽吼，所以这是头一篇的这个保护动物的文献咯吼。第一篇的25年吼，咱讲1896年的《地方言密语》吼，这篇咱较顶下嘛会来读安尼吼。其实伫教会部内底，搁较早之前1895年嘛有一篇吼，类似即个22言的物件，毋过就是较22言内底无收到迄篇吼，所以咱就想讲，迄篇可能是仿语言的方式去做的吼，这篇才是头一篇安尼吼。好，来第一篇的西洋囡仔故吼，咱讲1915年的即个图摊吼，这就是咱知的 Cinderella 吼 ，Cinderella 的故事安尼吼。所以咱今仔要看呢，就是讲，这过去拢可能有人捌讲过吼，咱会经一寡我感觉别人较无去讲到的物件来讲安尼吼。好，来，所以呢，传教士因推杀白话字效果如何呢？吼，咱来看到吼，即个1899年的统计啦，吼，捌白话字的人数，吼，这是我列出来的尔，吼，伊就讲呢，吼，旧年吼，阮请恁列位登记的，登记的就是讲，这个伫教会吼。登记的人啦，吼，以及兄弟，兄弟姊妹，教会内底拢会称呼兄弟姊妹，着详细查看伫恁本堂教会有偌济人捌白话字，所以就是对教会内底去调查，当阮记着恁所回批的摆咧伫下底，互恁通看，记着就接到记着，咱讲记接的记用白话音记着恁所回批的摆咧伫下底下底伊就是有表格我就甲抬掉因为即个版面无够嘛所以咱就看到讲计共985间的教会有回批这是南部的教会，南部的教会，因为教会公布一开始就是较以中华以南为主嘛，中华以南，所以这是算南部的教会，中华县、嘉义县、凤山县，这个台南县，搁有就是搁较会的屏东迄方面的，所以985间教会会，毋是，我讲毋对这是人数啦查甫的985个985个人的遐，查某的509个遐，拢总是1494个所以就是差不多1500人捌白话字嘛总是要有10外个教会无寄批来回复。搁有10外间，就是讲遐个教会百几间啦，应该百几间教会有回，毋过也有10外间无回安尼，所以就讲伫迄几若个教会拢共上少稳当嘛有个500人捌白话字安尼，所以就初步来推算啦，台南属的教会有差不多2000人。本身会晓读圣经，就是讲有2000个人会晓看白话字可惜顶面所记的是无啥物
交臂就是讲要无交嘛阮有听候真久在5万会得到国教会的会批设施若有寄批通知阮总是阮无记着所以就是讲。伊这就是问卷调查，对吧？伫迄当阵，伊就做问卷调查，会晓白话字的人数偌济，所以咱看到讲，对184年185年开始有教会报即10几年来的差不多2000人就是讲即个。成人成人成人差不多2000人捌白话字其实咱若知影讲伫台湾即个信教的人的比例毋是介济到即嘛嘛是要差不多2-3%尔所以伫教会内底咱爱想讲伫日本时代迄个时阵人口也无介济这是信教的人内底信教的人内底就有遮尔济人。拢捌白话字所以这个比例是足悬的表示讲捌白话字就是读写白话字，确实是一个真有效率的方式，会当我嘴讲我手写我嘴安尼，我手写我口互会友会当紧紧的看捌这个白话字安尼所以咱就看到讲差不多有2000人。2000人左右啦，2000人左右。好，来接下来咱就会来进入即个内底有一寡可能以前人无讲过我感觉较趣味的物件好，一开始咱可能来看讲，1886年即个是咧小盖罗马国少目的马子伊伫咧小盖啥？罗马数字，罗马数字，伊啥那要小解罗马数字咧？迄就是因为讲，马国迄当阵伊收集圣经了后做重新的编排印圣经即阵1886年这也是马国版本的圣经巴起来还未翻呢好，所以这个圣经内底的章节。第几章第几节伊拢是用罗马数字用罗马数字用罗马数字所以就爱要教捌即个会友爱知影即个罗马数字所以咱家己咱若来看卖的啦咱可能头前歌谣会认字毋过到后壁有 L 走出来有 C 走出来有 D 走出来，有 M 走出来哇 M 就是1000D 是500C 是100安尼所以就是伊甲遮的数字摆咧出来咧教遮的会友讲咱其实即个罗马国的数字伫世界各国嘛是介时行咱嘛爱学会晓安尼所以伊个伫最后伊佫有出题目互大家来试看卖就答问看即个是偌济即个是偌济来咱大家来试看卖好无？咱看就是顶悬有对照表嘛你看会当算看卖这到底是偌济无？伊会愈来愈困难你看即个数字头一个数字应该是偌济咧？敢有老师？算出来你若算出来，当写伫边写伫边敢有人算出来？要袂？你看一个 x 是偌济？一个 x 是10一个 v 是5，对吧？佫加2个，所以其实是10加5加2，就是应该是17，对吧？等下
不啦，17啦，吼，咱看即大家就有啊，对啊，17，吼，伊这是用加的，吼，用加的，吼，嘿，应该是17安尼，吼，好，来啊，第二个哦，吼，两个 x， 吼，两个 x， 吼，两个 x， 这就是20嘛，吼。啊，佮加一个4，吼，所以第二个就是24，对，吼，第二个是24哦，吼，啊，第三个有一个 L， 吼 ，L 是50，50加一个 V， 吼 ，V 是5，吼，50加5佮加1，吼，诶，50加5佮加1。56对吧？56对吧？哈，好来，好，所以以此类推啦，哈，所以你看，你到最后，哈，一个 C， 哈，啊，佮有3个 X， 哈，啊，佮一个 V， 佮3个1，哈，哇，这是偌济咧，哈，一个 C 就是100，哈，啊，佮3个 X 就是30，哈，138，哈，138，哈，138，哈，好，所以咱会当看到讲，这是介趣味啦，吼，甲咱一般吼足直观的迄个阿拉伯的数字无共款对无？吼，咱搁爱用即个用数学吼加来加去，吼加来加去，吼啊，这是1886年，吼，迄当阵阁是千古时代，吼，你看千古时代哦，吼，伊就甲即个新的知识，吼，来教互咱台湾人哦，吼，来，接续咱继续哈看下面哈，好，来下面咱这篇咱要来看这个开设女二，哈，开设女二，哈，这个小美老师就厉害，来开设女二哈，开设女二伊就是咧讲即马的中型女中，哈，中型女中，哈。啊，其实台湾头一间诶西洋式嘅女学校，毋知影有老师知影是倒一间学校无？当举手也是开麦克回答头一间，提示哦，伫淡水，伫淡水。头一间的女子学校，就是淡水女儿堂，迄是，这是马街对，郑老师对，这就是马街所设的，啊，这个南部是李修牧师，因甲伊牵手，所筹备的啦，啊，后来因两个就是咱顶来讲到李修的故事啦，好，淡水女儿堂对，啊，开设女二是咧讲南部，好，来，咱来看讲这篇哦，来这篇毋知有老师会当替咱读一下无？毋知有无？有要试看卖无？还是你想说？哦，好，来 Carol， 好，来，请。来，我来甲伊放大，这是开设女学前已经通知恁讲去年11月有两个姑娘对做家来。嘿，对，来，迄个我来先解说一下，你念一句，我解说一句，好，来，就是讲去年11月，就是即马是1886年嘛，啊，去年11月就是1885年11月，有两个姑娘，什么叫姑娘？姑娘就是女宣教师啦，女宣教师叫做姑娘，嘿。两位姑娘对祖家来，祖家就是对因本国，就是对英国来，对英国来，好，来继续来。是爱被利益富人参查甫囡仔，
查某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对，嘿，会答应恁的爸话已经一年久，对，会定着每年正月会伫爸开女学，若有人爱买来读，到大学甲中学要搁开，迄时通参与做伙来。好，来先暂停一下吼，所以咱看到讲，即两位姑娘就是对英国来的，吼，对英国来的宣教师，吼，学一档的白话字啊，吼，学一档的台语啊，吼，所以咧，已经会晓讲咱的话啊，吼，就是讲会晓恁的话啊啦，吼，恁的话吼，所以会当要开始即个开学啊，吼，当时开学咧，吼，就是到大学甲中学，吼，就是到大学就是咱讲，即个新学院嘛，吼，台湾新学院，中学就是中央中学，吼，到大学甲中学要开的时阵就是开学，吼，开学的时候啦，吼，会当做伙来，来上课安尼，吼，当然迄个。男的甲女的是分开的，吼，中学是中营中营中学，查甫的中营中学，查某的是中营女中安尼，吼。好，来，请继续哦，嘿。当将几若项定着的来通知恁。第一，凡有查某囡仔要来读的，上少着上8岁。好，来，所以头一个条件吼，伊拢总有7个条件嘛。头一个条件就是爱8岁，吼8岁。其实到即马咱的即个囡仔要读国小，差不多年岁对吧？好，来第二，来。第二，伫女学有备班名称，备班名称，网达就是网达，网达，字无清楚，网达配笑，就是配啊甲笑啊啦，吼配笑，配笑，配笑，配互因通大，以及逐项的家事因若使将家己要穿的衣裳带来就好。好，来第二吼，伊即个应该是衣裳啦吼，衣裳毋是伊可能印毋对，因为古早拢爱扣字吼，可能有当时啊会扣毋对字吼。好，来第二项咧创啥就是讲，阮遮吼有备班名称吼，所以表示讲啥要住宿哦，要住校对吧？吼有名称网达。皮啊，甲笑啊，皮笑吼，要互因通大吼，以及逐项的家私吼，所以就是讲，你人来就好，爱做啥物咧？因若使将家己要穿的衣裳带来就好吼，就是讲早家己要换洗吼，要洗长的换洗衣物来就好啊。其他的吼，阮遮拢有备班吼，真好哦。好，来第三，好，第三，人若要来。每半年的确着带2个过冬营，过冬营，过冬营会来贴做伙食的所费。对吼，所以咧，因爱赚2箍啦，吼，就是交2箍，2个过冬银，吼，2个银钱来，吼，做即个伙食费，吼。其实这是比中学加真俗哦，吼啥那学费的这俗嘛是有鼓励的性质，吼，鼓励的性质安尼，吼，因为较早咱台湾人较无爱囡仔拢抛头露面嘛，无爱囡仔去读册，吼，因着
鼓励鼓励查某囡仔爱来读册，才有知识安尼所以就是2块银就好2块银你就通好来读啊。好，来第4。第4所要读合适的，就是白话字、写字、算数、参答因为女工，亲像做衫、赤配、车尾车尾啊啦，车尾啊尾嘿，车尾起号起路，车尾起路要紧就是读性册，预防对细汉通受性感化性情感化。来，那第4项就是因咧上什么课啦，所以爱上什么就是写字嘛，白话字，还有汉字，还有算数，参单样的女工，就是做女工，女工啦，咱华语写成女红，迄个做女工，就是比如讲做衫赤尾，因为较早拢爱顾家嘛，要养小 baby 的时阵，要请佣实势，了家己做衫，请一寡帽啊，迄落啦，毋过伊第一要紧就是爱读圣册，就是读圣经啦，讲爱读圣经，知影上帝的道理和圣神感动安尼，好来第5第5，阮爸请人甲因煮食做较粗重的工，机有较轻巧的，因家己也着欢喜斗创对，好来第5就是讲，煮饭有人会替因煮，就是有伙食嘛，有煮食互因因粗重的工嘛免做，毋过因爱家己可能做较轻巧的饼扫安尼啦，好来第6，第6，伫学内所要用的册，利铺土盘、笔笔，阮拢有笔板便便。对，所以这是咧讲啥？文具用品对无？文具用品啦，册啦，字簿写字的簿啊，土盘就是算盘啦，算盘笔板笔啦笔啦，拢笔板便便。好，第7上要紧哦，好来。第7，所要来读的囡仔要紧，毋通有白卡。若已经白了的代先着甲伊透。好来，咱先甲 Carol 老师拍扑一下读了足好诶真正就是大字拢读到足明足好诶赞Carol 老师较顶就是则麻烦你甲我联络一下咱会后加一个通讯要送你礼物好来，我 email 俾确认好来，咱看第7就是所要来读的囡仔其实咱即摆知影讲囡仔啦毋是囡仔，因为伊这是 simulation 就是动画现象要紧毋通有白卡来，伊讲到一项代志，就是安怎天主啦就是讲爱解放所以白卡诶爱甲透开就是对外国人来看咱台湾人，拢感觉讲奇怪你是安怎要甲迄个囡仔尤其是查某囡仔的骹白甲遮细骹讲做这叫做3寸金莲，讲做安尼窈窕美丽因对外国人来看是感觉足残忍的代志咱若看过，我细汉我要看过有一个古堡，足老的古堡伊若是伊的骹伊真正就是3寸的骹伊若透起来时阵迄个骨头拢
拢变形啊，吼，我就感觉足恐怖，吼，我感觉足惊诶，吼，我细汉足惊伊安尼，伊若要，伊著偷伊诶骹背，吼，我拢感觉足恐怖诶，吼，然后敢若怪物诶安尼，吼，对啊，吼，啊，所以对外国人来看，吼，就是，伊就感觉讲，啊，查某囡仔吼，就是正常发展，吼，啊，你啥那要甲拔骹拔安尼，吼，所以你看伊即个开设女儿，吼。就算做是对咱台湾查某囡仔，吼，毋若鼓励伊读册，佮鼓励伊骹若绑个一定爱透，吼，鼓励伊透骹就对，吼，爱透才通来读安尼，吼。所以咱就看着讲，即个传教书真正是，吼，为着咱台湾的女性，吼，做足侪拍拼，吼，就是解放女性安尼，吼。所以其实啦，吼，咱讲开设女儿，吼。提倡的就是这位李修牧师啦，哈，李修牧师哈，啊，伊就是真用心，毋过真可惜，为少少年的过身去，哈，啊，伊去念着即个咱讲玛利亚哈的过身去安尼，啊，伊的夫人哈继续就是伊的愿望哈，伊的夫人嘛是一直拢咧。教育即个女性，教育妇人人查某囡仔吼，啊，毋过后来嘛是因为健康的缘故，吼，不得已就转去美国，吼，所以咱讲拄则咱有讲着，1885年，吼，因有总会就派2个姑娘，吼，就是朱玉安，吼，啊个文安，吼，即2位姑娘来筹备安尼，吼，啊，所以后来就真正伫1887年，吼。2月14，吼，就正式开学，吼，啊，所以这是正手边这就是头一届，吼，第一届长荣女中，吼，头一届中原女中的学生囡仔，吼，咱看有诶细汉，有诶大汉对无？因为伊8岁就爱入学嘛，吼，啊，所以啊有诶就是可能较大汉。吼，有较大汉，所以有淡薄仔年龄差，吼。啊，其实伫北部，吼，咱讲北部诶，女学堂嘛是，淡水女学堂嘛是共款吼。伊本来就是要收学生囡仔，啊，毋过后来就是一寡妇女吼嘛来读安尼，所以后来佫开设妇学堂，吼，就是甲10几岁诶囡仔甲已经结婚诶，吼，妇女甲分开，吼，因为所要教诶。内容无共款嘛，吼，所以就爱甲分互开安尼，吼。啊，伫中原女中，吼，伫遮吼，伊就是要是做伙教安尼，吼。啊，因诶招生，吼，就是头一届，吼，就10几个安尼，吼，啊，就愈来愈侪人安尼，吼，嘿，上侪到20-30个安尼，吼。所以咱看伊诶即个课程啦，吼，咱拄则有看过，吼，伊就是爱读遮诶物件，吼，啊，第一届女子训练教学，确实是安尼吼，对啊吼，啊，咱讲汉文啦吼，伊就有分阶段吼，就是讲低年级到高年级吼，伊就可能分三字经、四字经吼。咱较熟三字经，咱毋知影讲哦，咱佫有四字经即个物件吼，啊，诗经、圣经吼，遮诶就是中国诶汉学啊，甲西洋诶圣经吼，啊，佫有佫挂即个。后来啦吼，日本是后来日语才有入来嘛，因为1887年也无吼，也无日本人也未入来吼，啊是后来吼，日本人入来了后吼，就是加入即个日语吼，加入日语入去安尼吼，好，所以甲一般诶，咱讲咱诶一般诶汉学啊，拢是较儒家诶思想对吧？吼。啊，毋过因所学诶哦，查某囡仔学诶，都有一寡体育啦、数学啦，吼，啊，佫有天文学，对无？吼，你看甲查甫囡仔共款诶，甚至吼，就是受教诶权利吼，受教诶权利拢共款安尼吼，所以这是对咱台湾女子吼教育诶一个足大诶贡献啦吼。好来，咱则煞来看即篇，吼，即篇是啥物货咧？即篇是咧讲交战的消息，吼，因为1895年，吼，开始要，就是开始战争啊嘛，战争伫要煞尾啊，吼，伫要煞尾啊，吼。啊，其实逐期吼，就是讲中国甲日本开战了后，逐期拢有交战的消息啦，吼。啊，伫遮咧，
吼，因为要煞尾啊，吼，咱就来讲一个故事安尼吼。啊，有人去甲做研究，就是讲，传教士吼，因拢会报告讲，即马拍到倒位，即马拍到倒位吼。即个路线吼，甲日本因迄边吼，就讲有人去做比对吼，日本人因迄边的军事的册吼，因做的记录去对起来，即个路线一模一样安尼吼。所以表示讲，这传教士真正是足用心咧关心即个国际时事吼，嘛关心台湾人的安危啦吼。好伫遮咧，来讲一个故事啦吼，我来读安尼吼，就是讲这是195年的11月啦吼，咱头前的省略吼，到9月初3吼，伊已經要到府城吼，就是已經要入來府城啦吼。好，伫9月初2暝，劉欽車吼，即個劉欽車是啥物人？姓劉的，劉欽車，台灣民主國。劉銘傳。對，劉銘傳對吼，劉銘傳啦吼，有假無走了一隻火雲船吼。你講咱種進前即個唐景崧吼，唐景崧甲伊的部下已經轉去啊。後來台灣就是交予伊的部下劉銘傳，不是劉銘傳，劉永福啦哈，劉永福哈，劉永福啦，這個劉欽車就是劉永福、劉永福啦哈，劉永福哈，劉永福管安尼，毋過咧，伊囝仔要戰，你是伊的囝仔要戰，佮暗時伊就舉白旗安尼吼，伊嘛知影講已經對中華來啊，吼，對紅山來啊，吼，已經戰袂贏吼，所以伊就想講要來逃走啦，吼，好來，好，咱來看講吼，伊就有假無吼，要落一隻火雲船去做代理書，吼，代理書，吼，所以這嘛是歷史頂懸攏有記載的吼，嘿，就到明仔載就有。走去厦門，吼，所以伊就下定決心要逃走去厦門，吼。抑佫日本的戰船2擺起觸着，吼。日本的戰船安怎？伊嘛有得到消息，吼，有得到消息，知影講伊逃走去啊，吼，所以起觸，吼。因的官有詳細詢看。劉欽車佇船內抑無，吼，就是去巡看覓講，頂懸有劉永福無，吼，因有伊的翕相，吼，就是有那個寫信，吼，有照相嘛，吼，相片，也有豆對看，吼，就是一個去對看覓，吼，去對看覓安尼，總是找無到，吼，總是找無到，吼，可是還是找不到，吼，找無到啊，吼。叫人讲，刘欽車有剃喙鬚，哈，他怎麼樣？把鬍子剃掉了，哈，剃喙鬚，穿婦人人的衣裳，也有抱囡仔，哈，剃喙鬚，穿婦人人的衫，佮抱嬰仔，抱囡仔，哈，趁這個假無有賣許日本人，哈，因獨獨敲出查甫的大客，哈，就只有找那個。查甫的尊客嘛，吼，所以袂認得裝做婦人人的劉欽車，吼，所以這是咧講啥？咱台灣的一句俗語，阿婆浪港，嘿，阿婆啊浪港啊，吼，阿婆啊浪港，吼，就是咧講這個劉永福，吼，裝做婦人人逃走的消息，吼，所以這個劉永福咧，佇教科書內底咧，吼，有誒甲當作是英雄，吼，毋過就是佇教會報咧，其實這段事實，咱就知影伊確實是輸啦，吼，較親像輸啦安尼啦，吼，佮偷偷啊逃走安尼，吼。好來，這是即個教會報內底吼有記載即個消息啦，吼。好來，閣來咧，吼，因為迄個日本兵要入來啊，吼，所以台灣府城的人足緊張的，吼。好，來，咱來看即內底，吼，伊講，迄個禮拜一下晡時，吼，有府城內4位的
名望人摕公饼贴来交巴牧师甲宋牧师，请因本身去交代日本官吼。后来吼，这就是伊头前吼，其实头前迄段我甲切掉吼，就是讲咧，日本兵仔要来，日本兵仔伫中国所做诶吼，烧杀掳掠吼，奸淫掳掠，大家拢就惊吼所以伫府城内底诶一寡有名望诶人，因就惊伊讲万一因若入来府城内底，嘛共款做遮代志，安尼咱要安怎吼？咱要安怎安尼吼？所以因就去希望讲，日本人吼，因对外国人较友善吼，去拜托即个巴克勒牧师甲宋牧师吼，宋中干牧师吼，看因挺好替因求情无吼其实巴克勒伊头起先吼，进前吼，迄段就讲，伊嘛毋敢咧，啥人毋敢，伊会变互人叫做汉奸对无？虽然伊毋是汉人啦吼，毋过变做英国人英奸，怪怪吼就是伊。会互人中国人骂互台湾人骂对无？伊若去甲日本人求和，人想讲你甲日本兵引入来，所以巴克勒伊毋敢做即个代志，伊就讲恁若是真正恁有即个意思，请恁爱写公禀，这个禀报的禀公禀，爱写即个公禀来，恁爱签名，我看偌济人，安尼我。就是表示讲，这是恁的意思，恁来拜托我的意思，安尼，所以因着真正遮个即个名望的人，因着真正去写公禀，来交互巴牧师安尼，所以咧，巴牧师甲宋牧师咧，有做定着要去遐，拄着因安尼，有当人。19个参因三角去，唐人就是中国人啦，就是台湾人啦，唐人唐人啦，19个就是甲因三角去，19个做伙去安尼，到差不多伫二战行的溪，二战行溪伫台南遐因有拄着日本兵，因呢将军讲府城百姓，那诚实。有迄个意思，伊甲伊的兵明仔载透早要去行，就是讲，若是府城真正讲要和平入城，伊就愿意接受啦，乃木将军乃木将军，人去困2-3点钟，2-3点钟久，就兵丁拢备办去行。巴牧师、宋牧师甲因三甲来，我8点钟，就是9月初4拜一早起，日本兵有入府城，也拢无人失了因的性命。咱的确得感谢上帝，安尼，好，所以这件代志，就是咱讲，伫台南有一个巴克的纪念公园啦，嘛是有一个。有一块匾，就有伫纪念即个巴克勒的即件代志，就是讲，因为巴克勒牧师，因有接受台南人，请愿，去甲日本的将军做交涉，所以台南就会当和平入城，台南日本兵和平入城，所以台南人就无人受到即个甲其他的城市同款的处境安尼，所以台南人就足感谢巴克勒牧师安尼，所以这伫咱若去台南佚佗，去巴克勒纪念公园，你就当看到即个匾，记着即件代志，这就是嘛记伫即个府城教会报内底，台南高层的消息，这篇内底有讲到这件代志，好，来，过来，进入日本时代，即来遮咱来看汉字，我甲介绍做汉字啦，这篇呢叫做报社消息，这篇我学生囡仔读的时阵，因拢
因拢无相信讲台湾竟然有即个代志吼，啊，毋过确实吼，我后来有就是摕足侪文献互因看吼，咱台湾确实有即个代志吼。咱来看1903年吼，来，咱是毋是邀请一位老师来替咱念一个？敢有老师？这是汉字的，较好念哦。敢有老师要试看觅，就是规篇好来，像曲老师是吧？好来，请曲老师好。报社消息，伫旧历6月初2，乌牛南庄教会的兄弟有一个查甫囡仔8岁，真跳读，五囝查甫囝8岁真跳读，真心色。迄日就是拜六，伊的父母有叫伊着来拜堂读册。有应好要去，总是其实无来读册。有甲别个囡仔伴去田里要掠田蛤仔，迄个田近伫山骹。迄时在掠田蛤仔，忽然有8个青番出来抬伊的头壳去，身躯也有用枪。枪。对，用枪。斩7、8空，伫身躯相离无偌远，有几个人看着真见，有几啊个人看见，就真惊吓，着看见，着真惊吓，真可怜啊！即个囡仔有来甲我读2日，第3日无来，着互青番抬去。迄时有壮丁庄民侪人去查路，免时覆伊的头路头分做几若分做几若班，到迄下昏9点钟，就查着抬着迄个青番，将迄个青番头摕去城内家门。后来这是头一段尔吼，会甲阁有啊吼。后来所以。代志就是安尼吼，就是即个詹启贤吼是一个牧师啦吼，啊伊伫乌古兰庄吼，乌古兰就是即马玻璃爱兰吼，玻璃爱兰遐吼，嘿，伊就讲一个查甫囝啦吼，就是讲教会兄弟有一个查甫囝吼，8岁查甫囡仔啦吼，真跳脱吼，很活泼吼，很好动安尼吼，结果呢吼。甲爸母讲要来读册，怎去掠田蛤仔？吼，就是走学去掠田蛤仔，啊，怎互青番出草开始，吼掠去安尼，吼，啊，即件代志咧，规庄的人安怎，就想讲啊，袂使，阮的囡仔去互青番掠去啊，吼，所以因就有淡薄仔要报仇安尼啦，吼，所以就是逐个去查路，吼，就是去看讲，到底迄个出没的路伫倒位，吼，怎掠着？吼，掠着嘛，就抬迄个青番，吼，佮甲伊头摕去家门，吼，摕去城内家门。后来接煞过来，胡老师就更麻烦你哦。好，到天光，我要去城内礼拜，就看迄个青番的身尸下，伫要去城内的路边。我对遐过，也有看见无头的青番。迄时有百外人围咧看，有诶举刀爱要抬青番肉，爱要挂青番肉。总是迄时有人在顾，无准因挂。到日头，我对城内转来，伫路里有拄着人挂青番肉，行到卖青番身尸的所在。只有剩遐个肠啊，伫咧念。好，来接煞吼，咱来看发生恐怖的代志啊！天光吼要去做礼拜时阵，看到讲啥？昨毋是迄个头去报家门啊？结果迄个身尸咧，伫要去城内的路边啊，吼，所以是无头的青番，吼。迄时咧，就百外人来看，吼，所以就开始安怎挂青番肉，吼，有人想要举刀要挂青番肉，吼，啊，毋过迄当阵要有即个兵丁咧顾，毋准因挂，
啊，毋过到你倒做礼拜转来，就有人已经赶青番吧，吼、啊，到青番的所在，敢若剩肠仔尔，吼、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好，来，咱继续来，胡老师来。侪侪人摕伊的肉要去食，讲迄个肉真好食，也真有补。有诶摕心肝讲做药啊，真好。通治心肺病真有应效。有诶摕伊的胆，讲通做刀伤、创伤诶药，真好用。迄粒胆值银300块30块。有诶摕骹有碗，迄两个骨骹有碗就是骹有碗，迄两块骨做骹风诶药，真妙用。有诶摕骨头爱囥胶，讲迄个骨囥胶通做药，治寒热病真好用。照我伫甲伊查问，刣着青番、通身躯，刣着青番、通身躯拢有烫身躯拢有路用，通身躯拢有路用。只有大肠、小肠甲头毛无用尔，其余无一丝拍算。刣着即个青番，较赢拍着几若只鹿。各位老师，你看到这，你敢有感觉足恐怖吼？所以啥，讲刣一个青番安怎摕心做药吼，会当治心拢食心补心，食大补大吼。讲迄个大安怎？因为讲青番就好大吼，所以迄个大就值30块。啊，有诶，即个就是摕迄个膝盖啦吼，骹有碗，迄两块做骹风诶药吼，就是有痛迄痛风嘛，痛风吼，治痛风吼。啊，有诶摕骨头爱控胶吼，唉，骨肉里生胶就吼，爱控胶吼。所以咧，伊通身躯拢有用，敢若剩肠仔无路用尔，吼，无一点仔拍算咧，吼，比刣着肉吼搁较好。好，来最后一趴，来邱老师，搁麻烦你。对证人着派100招册予伊，这是定着的例规。搁迄个新师也是证人真爱用，拍着即个青番，较好做1年田，也有得着众人所学乐。想着遐个人真奇怪，爱食青番肉，比食鹿肉较爱，真正是目睭袂看见。耳孔袂捌听见，即号新闻真正是稀罕的消息。未有受教化的青番，只有爱刣人的头，掠做好汉，英美英公欢喜。有受教化的人刣着青番，毋但得到100招册，也互证人学乐欢喜。通身躯拢甲伊食了，想真。青番的想真青番人真厉害，比番搁较番啦。好来吼，所以咱看到讲，即个青番吼，规身躯拢甲食了，吼，啊搁就是翰林吼，咱翰林较早拢讲，即个青番，当然即摆咱讲原住民啦吼，较早青番是一个较无其实是无，就是对伫教会部的人来讲，就是中性词啦吼，一个较中性的词，就是原住民古早的称呼啦吼。对，所以对着青番，就是伊讲出草就是。好汉永命阳光欢喜尔嘛吼，所以就是表示讲，成人吼成年礼，也是讲，就是一个证书一个标志。伊嘛无凊彩咧出来出草的吼，啊，毋过伊嘛无咧食人的肉，啊，毋过咱汉人咧，吼有受教化的人，吼，咱有受教化的人，结果颠倒去刣青番肉，吼，啊，搁甲伊的肝啦、胆啦，吼，啥物骨头，啥物拢卖了，食了，吼，所以即个牧师伊感觉安怎？到底啥物人才是番啊？吼，咱汉人才是比番搁较番，
吼，比烦更加烦，吼，嘿啊，咱讲即个代志，吼，其实咱拄看着时阵，吼，我头起先读的时阵，我嘛惊一条，吼，我感觉讲，真是有即个代志，吼，毋过后来查一文献，吼，拢讲埔里迄搭遐，吼，埔里迄搭遐诶人诶，古早确实是食人肉，吼，所以咱即马咱讲昆学讲，人肉咸咸吼，安怎吼？其实吼真正有食人肉诶消息呢，吼，啊，这伫教会部内底吼有记录着，吼。好来，接下咱来看较深色诶啦，吼，咱讲掠鲸鱼诶回虾，吼，所以咱看哦，即个确定邱老师嘛，请你留一个联络方式啦，吼，好来，咱来看迄个掠鲸鱼诶回虾，咱台湾吼早期吼日本时代吼，敢有掠鲸鱼，吼，咱来看觅哦，吼，咱即搭讲海产诶类真济吼，海里听见有亲像有鲸鱼吼，土名海翁吼，遮大诶鱼吼，伫日本已经有开几啊间掠鲸鱼诶会社吼，出色真大吼，也已经有说中庭来约束因吼。总是伫台湾海虽然有鲸鱼，毋过袂有说会社去掠吼。伫无偌久吼，伫偌久前捌听见讲有日本人要说掠鲸鱼诶会社伫五峦坪吼，伫五峦坪，所以伫垦丁五峦坪遐所在哦吼。毋过吼袂有看见行者吼，继续到西历正月14号，总督府有出2条诶中庭吼，所以有规定啦，要掠鲸鱼安怎咧？伊见有要说掠鲸鱼会社诶人，着做聘对总督请教允准，正会用得。所以你若要掠鲸鱼，爱去请牌啦，吼，爱去请掠鲸鱼诶牌安尼吼。第二无请总督允准吼，就先备办要掠鲸鱼，还是已经掠着鲸鱼诶人吼，就定罪关监1年以下吼，有罚金200块吼以下吼。对安尼来看，台湾要说掠鲸鱼诶会社时期，过延长敢无偌久啊吼，所以就是讲后来开始咯吼，所以即个伫1908年迄个时阵还袂有吼，毋过伫即个妇产科学部看即个了后吼，因为咱讲即个传教士因拢真重视国际新闻嘛吼，后来开始吼伫台湾就开始有掠鲸鱼吼，伫古早咱垦丁的所在吼，那个捕鲸业吼要是真好趁安尼吼，毋过因有规定啦吼，日本政府有规定，一届竟若会当2只船出去吼，因为即嘛是有国际保育的概念吼，袂使掠了安尼吼，嘿我咧查资料时阵吼，有看到蒋介石吼伊嘛有去五峦坪遐吼，甲掠鲸鱼的人做伙翕相吼。伫一只足大只的海翁头前翕相安尼吼，所以伫古早吼，这是允准的啦吼。毋过最近咱国际拢咧保护吼，所以咱就无咧掠鲸鱼吼。好，来接下咱来看吼，这是啥？试验试蚕吼，蚕吼就是蚕仔吼，蚕宝宝吼，又名牛仔。其实阮细汉是讲潭仔咧，我台南人，我现在讲潭仔，因为蚕宝宝就有足侪种名安尼啦，所以伊即篇就是咧讲，迄当阵咧开始要试验即个饲蚕仔吐丝，吐丝安尼，吐丝来做会当做丝绸嘛，做布料、做衫嘛，啥人要饲蚕仔咧？因为迄当阵，日本甲中国、甲清国买，一年拢差不多啥物
50万块啦，都要开较侪钱安尼，啊，所以若是台湾，因为台湾就变日本的嘛，台湾家己会当试验成功，啊，就免去甲中国买安尼，所以后来咱台湾开始饲贪仔嘛真成功，即马听讲伫苗栗迄个所在，抑阁有人咧饲贪仔吐司哦，好，来。当然，迄嘛有足侪安讲伊即搭咧讲着讲，伊请一个Sasaki 做博士来台湾看伊就是专门讲咧备办即个饲贪仔的代志安尼饲蚕宝宝的代志啦好，来就是讲伫。即个日本时代有足侪新的产业出来，伫教育部内底拢有，拢有好，来，咱接续来看一个较囡仔故啦，囡仔故这就是咱讲低风甜言蜜语，这是伊索寓言内底一篇，我来为大家读，有一只乌鸦缀肉伫树顶伫要食，有一只山狗看见就走来。树骹扑躺伊，讲，所以就讲，乌鸦，咱看正面的图，乌鸦喙夹一块肉，下骹有一只山狗，山狗嘛咧笑上迄块肉啦，所以伊就走来树骹安怎扑躺伊，讲啥物？咱注意听伊讲啊，情我一生，毋捌看见鸟的毛亲像乌鸦兄，你遮白遮水。你的身躯也不知整齐标致大家毋免阁讲总是你的声敢怎人好听你的声若亲像你的身躯遐水，我拍算无半只鸟敢甲你比哇！咱看到啥物？即只山狗安怎想空想胖要食迄块肉，所以就讲乌鸦兄我生目睭毋捌看见鸟仔的毛亲像你遮白遮水，乌鸦是啥物色？乌鸦是乌色的，结果伊讲你的毛哪会遮白遮水一白遮三丑是吧？所以鸟仔嘛是惊白色的毛所以伊就甲扑躺。毋过伊阁甲讲毋过你的声我无听到你咧吼的声你的声毋知。敢有亲像你的身躯遮尔标致你的身材这么好安尼所以迄个乌鸦呐，听见伊的甜言蜜语啦巴肚内拢噗噗滚骹手摇摇动，欢喜到挡袂牢互人抱索的就是互人抱着就安怎开始心挠挠对吧若是咧想即只山狗敢会哩啊咬字我的声无够极好。想着好互伊听，免伫伊得意，所以就安怎，就想讲，你哪会使怀疑我咧？我的声当然是足好听的啊，无我好互你听，拄啊开喙，得好，拄啊开喙得好，迄块肉就加老，迄只山狗甲迄块肉做伊摇摇摆摆，直直过，直直去，正沿路笑，即个乌鸦耳空轻。会保守的，所以这就是咱讲，袂使耳空轻啊，人若咧甲你保的时阵，就爱去看讲，有啥目的无？所以这个伊索寓言啊，伊索寓言真内底其实伊有教育部内底嘛，牵一寡就是足趣味的文章一方面让读者读了。感觉心实一方面嘛会当摕来做囡仔的教材好，来接续咧，咱来看陈清中陈清中，伊咧写即篇伊嘛是共款啊，伊索寓言嘛是即个1926年的我来读豺狼甲羊仔囝啦豺狼甲羊仔囝，有一日咧，一只豺狼甲一只羊囝无意中相识来伫。一条溪仔要啉水原来豺狼是真爱食羊总是已经3顿头
若要家食，就爱想看有啥物因端无，吼，就想要甲伊起冤家，吼。你伫面顶受气的款，吼，大声讲，真可恶！你来我的溪啊，吼，你来我的溪啊，甲我撩到遮尔落，要甲我安怎样啉？迄是怎样？吼，所以就是面顶受气，吼，受气咧甲骂咧讲，即条是我的溪呢，吼，你徛伫，你甲我的溪创甲落安尼，吼，啊，杨仔囝，吼，杨仔惊一个就细声应讲，你徛伫水头，我徛伫水尾，要吵会甲你拍落，水底骹袂会流倒转，吼，即个杨仔真聪明，吼，伊讲，其实你则是徛源头呢，我是徛伫溪尾呢，吼，水袂源头啊，你啥人讲我甲你拍落，吼，豺狼搁话讲，检察有影，总是你有原是歹物，你旧年有骂我，吼，你袂记一啦心，吼，讲牵拖讲，你旧年有甲我骂啦，吼，可怜的杨仔囝，吼，随时应讲，哎呀，豺狼兄，那即个代志啊，吼，一年前我都还袂出世呢啦，吼，所以即个杨仔囝还袂到1岁，吼，伊讲你旧年我甲你骂，吼，这是作为生来的话安尼，吼，豺狼知佮议论是无路用，就硬硬受气讲，你无骂我，你若无骂我，就是恁老爸啦，吼，就是你无骂，就是恁老爸骂我，吼，无论是你还是恁老爸，爸是安尼，吼。就跳蛙甲伊夹死，吼，拖入树林去食安尼，吼，所以伊阁有一个假释，吼，残忍的人要做恶毒的事，无论什么时阵，吼，讲来讲去拢是伊的理了了，吼，戆人掠家己的话做对，吼，所以这就是嘛是一个伊索寓言的故事啦，吼，所以咱看即个陈清中，吼，陈清中，伊是咱台湾的橄榄球之父，吼，嘛是咱的合唱团之父啊，吼，台湾有橄榄球是伊去日本留学，吼，早转来台湾的，吼，伊嘛创即个合唱团，吼，伊较特殊的就是讲，伊嘛捌做教务长、校长啦，吼，创刊发行即个挂菜记，即个挂菜记就是北部有亲像北部的教会报共款，挂菜记，所以伊伫内底嘛发表足侪文章安尼，啥物叫做挂菜记咧？其实挂菜，是挂菜的记，即个挂菜毋是咱台湾的挂菜，这是圣经内底的挂菜啦，是足细粒的，你看伫手底仔内底尔，一点一点仔毛仔尔，佮伊大长起来，就会比人较大长，所以因为圣经内底就讲，人若有信心，亲像挂菜籽，就是耶稣就是学了遮个人，就讲，虽然足小的信心，毋过大长，到以后大汉起来、大长起来，就会足大的信心安尼啦，所以即个伊就是伊用挂菜籽来做伊的刊物的名，即个挂菜籽后来就是开始甲台湾教会报来合刊，好，挂菜籽共款嘛是关心妇女，关心一寡儿童医疗啦，嘛小解足侪自然的知识安尼，即个陈清中，伊较特殊的就是伊翻译足侪，咱讲。足出名的故事，拢是外国的文学作家的故事哦，伊拢甲翻译出来，拢刊伫即个挂菜籽内底安尼，因为咱今仔可能时间的关系，咱就无时间带大家来读，嘛是拢足精彩的，若是大家有兴趣，其实会当去找来看，甚至伊翻译即个 Shakespeare 的。戏剧，Shakespeare 的戏剧，过大部分拢放无去啊，拢放无去啊。咱即马唯一会当找到就是即个，咱讲威尼斯商人，即出安尼啦，好，来，
接下吼，咱要来看一寡无共款的物件，吼，咱来看必选的粗学，吼，必选的粗学，吼，这是即个叶伟林，吼，嘛是唐教授，吼，叶伟林伊所编的，吼，伊有2本，吼，有2本，头一本，吼，是1897年，第二本是1900年，吼。头一本较简单，就是四则运算，哈，加减乘除，哈。第二本的就复杂啊，哈，有代数，有这个就是三角，哈，三角函数啦，哈，就较深安尼，哈。所以咱来看头一本，哈，伊咧写啥，哈，这是伊的头词啦，哈。咱讲算小的法度，毋若一个，哈，检测要学算小的粗学，定定就用算盘，哈。算盘叫会算笔哈，若是要讲究数学较深的理，着举笔来写才会吼。中全正人所算的，敢若是钱银迄号数，就数目的，敢若是算盘的法度那尔吼。所以平时叫迄个法度做算法吼，算法吼，举笔来写。也真正是算法，总是也分别伊通叫做笔算吼。要学即个笔算的法度，着对粗学起，才通渐渐到对数、代数，三角法吼，就是代数、对数、代数、三角函数啦吼。甲数学遐个较深的方法，从即本粗学互学生学，意思毋是要互因学了通讲打明白啦吼。是要互因了了啊知数学的意义，那尔啊，毋望人会听无，搁一本较深的，吼，所以初学吼，就是可能就是小学生、中学生，吼，若是搁较深的，吼，就是吼，希望会当进阶啦，吼，来，所以即本呢内底就有足侪，就是四则运算，吼，四则运算。咱就无看，咱来看伊的练习题哦，哈，还有应用问题，哈。我有甲写做中文，写做汉字，哈。第11条，哈，咱来看即条，哈。即条啥呢？我会拣出来，因为足侪地名，甲咱即马较无共，哈。伊就讲咧，厦门大火焚船要去大英国，哈，水路就是厦门到香港930里，哈，香港到溼力。4790里，好，来，请问溼力是倒位啊？有人知？溼力，行水路，做厦门到香港，爱到南洋去哦。大家拢毋知吼，溼力就是新加坡，吼，新加坡古早的名，吼，叫做溼力，吼，溼力到槟榔树，吼。1270里，槟榔树到石兰3037里，石兰到红海7113里。其实伊的里应该是海里啦，哈，那个海里安尼，哈，海里，甲毋是公里，哈，就是因为行水路嘛，哈。过红海，过埃及的大港，哈，大港到美利代，哈，来美利代，哈，美利代是马耳他，哈，即摆马耳他。国哈，马耳他国安尼哈，美利代到西班牙哈，西班牙就是西班牙嘛哈，到西班牙到大英国哈，所以这就是啥，就是足实际的哈。请问哦哈，厦门到溼力几里？哈，厦门到槟榔树几里？搁厦门到大英国几里？哈，所以你得爱会晓加减减哈，伊就是。有简单的，嘛有愈来愈深，吼，愈来愈深，互大家去来学算数安尼，吼，介趣味啊，吼。伊拢用生活中实际的咧，吼，所以咱咧讲108课纲，吼，咱讲对生活实境中，吼，生活情境，吼，去那个什么，来去教学，吼，伊确实就是对生活情境哦，吼。来，再来看。来外科看护学吼，真内底吼，咱可能进前嘛捌听人讲过，有足侪医学的原理啦，吼，也是讲有足侪解剖图安尼，吼，拢有解说，吼。好，来，咱就来摕其中的一幅图啦，吼，伊就是咧讲弧线，吼，你看
四季度吼，当成迄个教育部吼，吼第一幅图就是好神吼，第二图是遮吼，第二图就讲，病人的病室内有平常查做的便桶吼，就是咱一只啦吼，咱讲尿桶啊啦、便桶啦吼，因为无看好神歇伫盆顶，骹捌着微生物吼，才飞歇伫人的食物吼。第三图吼，灶骹也是菜市仔好神歇伫饭菜肉的顶面吼。第四幅图吼，即号的食物的食物吼，已经互好神吼染着微生物，放来食饭厅，互人食吼。第五无偌久，食的人就起病，传染的原因一项就是安尼吼。所以伊用足简单的图，互咱去看到即个好神安怎传染即个流行病。吼啊嘛，就是互台湾人知影讲爱注重卫生，吼，这是咱讲即个台湾科抗护学吼医学类的吼。好啊，这是公用的药方啦，吼，这是马古里社甲咱台湾吼，咱台湾共同制作的吼，所以诊内底吼有一寡制药啦，吼要安怎用显微镜啦，吼常用药的法度等等吼，这嘛是拢台语的啦吼。啊，伊即马系伫中基的博物馆吼，所以你若去中基吼，彰化基督教病院伊有一间博物馆吼，伊就有摆即本哦吼，手稿就是细细本啊啦吼，嘿。顶悬有一寡医生做的笔记安尼吼，这拢咱挺好去看吼，去参观吼。好，这是台湾本土第一本药典、第一本的检验手册吼，检验手册吼。好来，所以你看咱台湾人是，就是伫日本时代就已经足先进啦吼，而且咱的生活语言，台语毋但是生活语言，就是咱捌知识吼，学习新科技的一个工具安尼吼，啊，白话字受禁用吼，即个历史吼，咱着跳过吼，因为咱可能大家拢知啊吼，嘿，所以就是一寡对白话字的迫害吼，啊，要甲大家讲的，就是伊就是禁止使用白话字吼，嘛没收圣经，嘛强迫教会公报停刊吼，所以咱看。红没收的，就是即本啦吼。我讲有一本圣经，从来毋捌互台湾人看到过，就是即本吼。即本叫做《安培圣经》吼。嘿，《安培圣经》原本敢若有4福音嘛来新天主教甲基督教合作吼，甲翻译做新约吼。即本正手边即本新约吼。啊，毋过伊拄出来的时阵吼，拄印好势到海关的时阵的。警总吼，就去查收去安尼吼，就是毋若查考白话字台语的圣经，佮没收泰雅语的圣经吼，啊，这嘛引起国际关心哦，吼，引起国际关心。毋过到当也是无行吼，到当也是无行吼。好，来。啊，伊禁止白话字吼，的理由就是妨害国家嘛，吼，造成即个国家的危险安尼吼。啊，而且即个白话字吼，佫会互对敌看做是密码啦，吼。所以大多人士可能吼嘛会甲看做台湾民主国的文字，所以咱才会变成到即马母语断层吼，母语的文字失落即件代志吼。所以咱若是自细汉的还是白话字吼，其实是真紧的吸收新知识吼。好，好加在吼，80年代了后，咱讲就是开始改严了后，教会内就开始订发用圣经编圣诗吼，嘛成立即个族群母语委员会吼。啊，教会公布新书者嘛增加白话字的专栏吼。啊，教会外咧吼。活力佫比教会内较强吼，亲像咱各位在座的先进啦吼，共款吼，字典、书典办杂志吼，开讲座、开研习吼，啊，佫有罗马字协会吼，那是伫台南吼，魏文教授遐吼，伊逐年拢会办即个罗马字文化节吼，啊，今年已经过啊吼，伫6月吼，你若有去
对着因的消息吼，就是讲因逐年的罗马尼文化节拢会办一寡比如讲查便利店的活动吼，还是参观即个公报社吼，你可会当去用即个印刷机去印即个第一张的教会公报吼，有足侪活动吼，所以会当去参与啦吼。我伫教会公报的网站顶悬嘛，看着讲其实若有团体吼，10个人以上，你就当报名去请因导览，去印即个教会公报安尼，第一张吼的教会公报吼，所以咱各位老师嘛会当带囡仔去佚佗，去台南佚佗，去印即个教会公报吼。好，来咱讲教育部吼，教育部其实吼嘛是透过即个就是修改罗马字吼，修改罗马字才来公告即个台罗吼，所以伫修订进前吼，咱就是拼音啦、汉字差10几档，要20档吼，政府无要管安尼吼，因为逐个人拢有一粒山头吼，逐个拢无认输安尼吼，嘿后来咱讲教育部才甲整合起来吼，公告即个台罗吼，嘛公告即个推荐用字吼，咱才进入即个正式的体制内安尼吼，所以咱各位拢是母语教学精兵吼，精兵哦吼。好，来最后我要请大家来欣赏即个两位吼，我足敬佩的前辈吼，因所一个作词，一个作曲吼，萧泰然吼是做国际有名的。作曲家、音乐家吼，第二个吼是推萨白话字真出力的一位牧师啦吼，咱来听即个高雄春天艺术节即个我看吼音乐吼，我来。我来看哈。现在咱的画面敢若无叮当对吧？我先切过来哈。看到有快呢？看到有快？有声音吗？好，来，等一下。看到音乐吧？你有咧叮当啊？
好，这是咱共同来勉励啦吼，就是国民向前贡献咱的材料，台语来拍拼。好今仔日时间短短啊吼，想要讲的足济，也毋过可能就较无时间啦，通好甲大家好好做分享安尼吼。真感谢各位老师吼，若是有想要，毋知有要问的，还是要指教的无？嘿。有问题请举手哦。多谢小伟老师甲咱介绍一寡传统的物件，互咱会当更加了解台湾的过去。尤其这是一个真好的文献啊，这记录真侪资料。小美有啥问题？我感觉这个白话字遮尔已经的基础遮尔知啊吼。咱的台语，咱和教育部定的这个台语，敢有法度讲搁转去迄个时阵？因为我感觉咧两套真可惜啦。不然我这先做补充一下，就是因为传教士因有传教士的系统，不离个若用语言学的角度来思考一寡物件，较无共款啊。不离个即马已经有足侪人甲白话字甲台语之间的对照吼，背字，这物件肯定我会带群组大家分享，吼。这制定落来物件啦吼，因为这有时人搁要行倒转去，其实。行回头路足歹行，即卖讲为着咱台语传万代吼，配合政府才应该吼，咱台语这套系统已经为92年实施到即马，即马足侪物件拢会当继续做落去吼。来，咱就多谢小伟老师，互咱足侪资料分享。我嘛讲后摆咱阁有机会当请小伟老师分享阁较侪趣味的故事，亲像山狗甲乌啊，阁变成这个故事吼，其实对。咱现场教学来讲，我感觉会当互囡仔了解讲，台语其实是一个真趣味的物件吼。咱今仔就真感谢小伟老师吼。麻烦大家表单吼，小可填一个吼，看各位什么意见。阮定工会根据各位意见来做一个调整。今仔日咱的演习就到这吼，多谢各位。多谢，再会。两位老师，我会甲恁联络哦。奖品吼。对，多谢老师，多谢。